今日女主角是涉及网络的高级会员哦，又未少艺校性影像，实在是真恶质。刘欢怡这礼拜要进行艺校性剥削防制条例的修法，目前计共有36种的版本哦，拢主张讲要提悬刑责。有民间团体早起嘛呼吁讲，应该爱甲所有甲艺校性剥削犯罪相关的情形，详细来定出处罚，来避免对艺校的伤害。艺人黄子佼和检警查到是性犯罪网站创意书房的付费高级会员，而且还有7部未成年本案影片引起社会批评。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马上修法，将李校性剥削的各种犯罪样态拢立即处罚，尤其是网络诱拐。网络诱拐，它是指利用网络或数位科技，然后以性的一个意图和儿少建立关系。民间团体是一直仰望，是因为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这礼拜排审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查立委无分党派总共提出36案的版本，拢强调李校性剥削零容忍，提限修法，提悬刑责。有交易、有对价、金钱取得的性影像、儿童或少年的性影像，我们另外加码增订惩罚条款。为了降低我们办案的成本，可以揪出更多这样的不法集团。所以，如果你在侦查或审判中你自白者，可以减轻其刑。委员建议支付对价观览性影像罪，并提高刑责或罚金。本部敬表尊重。维权委员会调委王道炳强调，既然各界对杜绝李校性剥削犯罪链拢有共识，预告开始的进程逐条审查，若无完成5月7日会继续审查。盼望这礼拜能完成法案初审，送出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